今日我哋嚟睇 Seventeen 三位主唱嘅能力，刀拳風。先睇 DK， 佢一開高音，聲音會直接壓上嚟。最特別係佢唔係爆一下就完，而係一路推上去，去到高位之後，聲音仲會繼續向前衝，聽落有種不停壓過嚟嘅感覺。呢種就係拳型高音。跟住到聖歡，佢最強唔係爆發，而係聲音會一路刺入去，聽落好穩，好細膩，情緒會慢慢壓入耳仔。去到高位之後，聲音仲係好集中，幾乎唔會亂。呢種就係刀型高音。烏士嘅高音好特別，幾乎冇多餘動作，好乾淨，好順，好似一路滑上去。最誇張係去到高位之後，聲音仲係收得好實，聽落會有種一路流上去嘅感覺。呢種就係風型高音。DK 推進壓制型。聖歡情感穿透型。烏士精密控制型。Seventeen 三位主唱係完全三種唔同嘅高音能力，你最鍾意邊種？拳型壓制、刀型穿透、風型控制。留言打 DK 聖歡烏士，下一條片何時會出場？